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9公视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300人调伫民治山庄救援人员，行7点钟送物资甲药啊入去，即马便当拍通啊，会先对桃园这边落山。高端预防社日本无承认，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等待研究后者的民众去做其他牌子的预防社。到底安怎算贿选？法务部即马有核定一寡例，提出28项祸害设计的类型，甲6项无算贿选的情形。先一开始来关心，真侪国家即马拢已经开放边境啊，已经陆续解封。啊，那咱台湾的高端预防社因为无去互日本承认，所以做高端的人要去日本就要较费气，爱加 PCR 阴性的证明。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有咧研究后者民众去补助其他牌子的预防社。YouTuber 蔡阿甲洪阿宝2个人摕到2张总共爱7000块的阴性 PCR 证明，准备要去日本旅行。日本的边境300开放自由行，不过就要做过3期日本承认的疫苗，才有法度入境免隔离。不过高端疫苗无伫咧名单内，咱国内100多万位做过高端疫苗的民众，若是要去日本，就要亲像蔡阿甲安尼生，一个人国卡计开3500。地处指挥中心也正伫咧研究要安怎解决，因为它属于政策上的一个决定了哈，所以我们大致上会以修改上次的这个有关美国，就是类似像去美国无法接种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目前还在签核当中。指挥中心提出补助的方案，规划若做高端疫苗的民众，会当加注其他符合日本规定的厂牌疫苗。民进党的郭家儒伫18讲，高端应该提供去日本的民众免费 PCR 或者是相关的补偿。国民党的立委赖书宝是讲，若是3期拢做高端的民众，补助至少才开半年。因为他每一个第1剂到第2剂要隔6到8周，第2剂到第3剂要隔105天，这指挥中心规定的，所以全部打完半年。去日本要补打，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快的，也许今天、明天就会有。就确定要补打哦。日本的入境认可疫苗名单内面，一直拢无看到高端。为了要减轻民众出国无方便，卫福部长谢世元回应讲，补助的方案确定要实施，上紧伫今仔日明仔载2天就有答案。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是新增加44601个本土病例，42个人死亡。另外，针对做高端预防社的民众，总共有出国的需求。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拄嘛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就让去补助其他牌子的预防社。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拄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44601位，那跟前一天差不多，但是比起上个礼拜三的上个礼拜三的52000多位，那少了大概将近15%，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7位，比之前几天来的少一些，那死亡的个案的部分有42位，42位大概是比昨天多一点点了，但是比之前几天呢又少一点。有关高端的这个疫苗，那如果出国需求的这个民众，今天开始就是可以开始补打。那接种的条件，那是依照这个入境国家检验的需求了。以高端以外的这个厂牌，那如果是第1、2剂的话，就当作是低基础剂，那跟前一剂的间隔要4周，那28天以上。那高端以外厂牌的，如果是打第3剂的，就是当作是追加剂，那需要间隔12周，就是84天以上。不是说只能打 Novavax 那 mRNA 次世代的这个疫苗都可以打，打的是基础剂那你要打的是 mRNA， 那我们还是有这个原始株的这个包括这个莫德纳跟 BNT 的疫苗可以打另外，受大水害影响，长期的第7线英属路段、甲第8线关关路段，公路总局目前也继续在抢修。其中，伫北环公路第7线84.1公里英属路段，路基流失，目前已经抢通啊。大型的机具也有救灾车辆，即马拢已经会当过啊。啊，毋过伫86.4公里到86.6公里的所在，绑起的面积较大，要等到10月2日才抢通。另外，83公里的所在是要等到10月底才会通。啊，那另外伫中环公路第8线117.4公里的所在，嘛因为地基流失。即马伫关原到金马磅坑拢新封路，要等到11月初7才会通。
落大水后，台七线路袂通，有300多人掉伫面地山中。昨昏救援人员是用行的步链行入去，伫天要暗进前，将物资甲药啊拢送到面地山中。那台七线桃园台湾路段，伫昨暗嘛已经清出一座便道，按算今仔日就当互掉伫山顶的游客对桃园这边落山。另外，即届伫落大雨，宜兰圆山七线川淹水。地方即马认为讲，即甲工程拖延有关系，也毋过县府是驳回讲两个无关系。宜兰县甲桃园市的消防人员伫咧下巴岭集合，总共18台车、37个人，准备对第七线桃园这边送物资甲药品到面地山中，互内底300公里位民众，也按算接189人落来。预计待物总局恢复道路之后，会将宜兰县政府的运送物资送到明池山庄。然后呢，会把我们没有开车的客人，大概在中午过后，只要道路条件许可的话，会先撤出来。面地山庄这摆情形，第18宜兰县消防局有5位消防员用行的甲药啊甲炼油送去哩，这摆有法度发电，食的也有够。若是路脚会当行，无开车的民众19中昼就当开始接落山。另外，因为宜兰落大雨，造成圆山乡七线村淹水，引起基棒工程的争议。他们到今年的9月才上网招标，结果流标。那现在决定10月18要重新再招标，这真的让我们怀疑，县政府真的是口号制宪吗？地方这个县府原本是按算设计要伫咧浮洲桥边的水门设移动式的抽水机机房。宜兰县长林姿妙2月时阵也去现勘过，不过按算设计完工的工程一直到9月才发包，甚至还阁流标，到10月才阁重新招标。机房的设置完成与否，那么跟淹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重点在于说你的抽水时机。县府讲，其抽水机房是要放移动式的抽水机，甲淹水无关系。的淹水是伫咧抽水机的抽水时机。一若工程到9月才第一遍发包，是因为地方要求变更工程的设计，希望多设一台抽水机加被困式的空间。县府是要回应地方的需求，才延后工程发包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开幕，咱总统蔡英文嘛，搁一摆宣示，咱台湾要推动2050净零转型的决心。环保团体是认为讲，这个目标有机会会当达成，也毋过政府嘛爱提出明确的规范。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19出席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的开幕典礼。蔡英文伫典礼强调，这是台湾开放边境了后第一个国际会展，显示台湾推动2050年净零转型的决心。我们要用科技力进一步的驱动能源转型的步伐，政府也会跟企业一起来合作，保持密切的合作，持续的引导走向低碳转型。不过，台湾原底设定的目标，2025年太阳光电达到20 吉瓦，离岸风电5.6吉瓦。经济部能源局今年7月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公司报告，去年底为止，太阳光电7.7吉瓦，离岸风电0.237吉瓦，离目标要真远。甚至原底2025年再生能源目标20%，报告嘛降做15.1%。像纺织业跟石化业。他们甚至呢不等政府制定这个净零碳排，他们在他们国际客户的要求之下，很早就已经投入了净零碳排的这个落实，这攸关到他们未来的生意前途啊。未来他能不能接到单子？地面的光电目前大概都主要是在像渔电共生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不利耕作地，这样子要支撑台湾达到2050年的这个净零所需要的光电的土地仍然是不够，无典型光电的量在拉高。再生能源的空间计划，能源部门的空间计划还是要赶快出来。黄志峰对达到净零目标是真乐观。蔡英文也表示，今年是台湾发展历程以来上显目的一年。不过，团团认为政府要明确提出规范，定出啥款的地适合种光电，啥款的不适合，会使降低冲突，嘛方便设置。记者郭长水台报道。当年驻守伫澎湖的国军拢会进行操演，模拟中国的军方定律，咱国军要安怎应付，要安怎主动敌前。另外，针对中国即马伫土利用无人机来干扰咱台湾，国军嘛有信心讲会做好应变。
真济台 M60A3 战车重炮齐发，模拟强军登陆船想要进犯平湖国军，重炮响遍天际。天也未跟国军的照兵团就甲光影影开始镇强操演。民防部19透早出动各式火炮、双连装、刺针飞弹、战车炮，演练无悬款阶段接战精术，将敌军歼灭伫海上。官兵在强风当中训练考验作战能力，尤其其倾向空中扫射、演练地停、防空接电，都是应对来自空中威胁。中共无人机侵扰外离岛，民防部强调有决心出面应对。依据国防部的指导，从发现无人机开始，会实施监控并示警。如果发现它进入我相关的营区范围内，会实施击落。这摆朝鲜国军除了练习榴炮、迫炮、战车炮强大火力，外界强军进犯，还有将门担任战车驾驶。因为甲车在外面接触不到，就既然都从军了，就选择一下外面触碰不到的植物，只是会比较吃力一点，因为我们身高比较矮，所以会比男生还要吃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无党籍黄珊珊伫今仔日发表伊的青年政策，伊嘛表示伊支持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另外，针对防疫旅馆这个想法，黄珊珊嘛提出证据，讲这是伊大声想出来概念。也毋过，民进党的陈时中是讲这是集中检疫所的延伸。另外，早选举行程的时，因为陈时中弄红灯超速引起批评，国民党的主办暗示表示，就算赶时间嘛要注意安全。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19发表青年政策，希望透过社会主体生育补贴、就业辅导等等，来让少年人家伫台北市结婚生囝。另外，嘛邀请 NGO 代表讨论政见。会中特别表示，伊对年底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的支持。我来做几个贴纸贴在这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穿什么竞选背心啊，对，干脆得贴18岁公民权好了。对，这也是一个宣传的方式嘛，对，不然就是。我每天戴个18岁公民权口罩之类的，好，这个我们来想想办法，因为反正我每天都有20几台会来都买，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宣传。针对到底像是防疫旅馆的原创，黄珊珊伫并册顶悬提出证据，不过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嘛打真硬，表示防疫旅馆是为集中检疫所延伸的概念。另外，面对记者问讲前几天勘载时的行车记录敢袂使公开，陈时中伫话讲无清楚。内湖那个您不在车上就对。我不知道哈，你们在讲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录的或谁什么时候录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被查到有违法的地方，我们就依法办理。那该缴罚金就缴罚金，这也没有什么好辩驳的。那警察怎么处理，我们就尊重，就这样哈。有人说，陈时中进行批评国民党参选人周万安是上尾赶到内湖勘载的参选人，煞互人发现家己违规超速。周万安对此表示，赶时间嘛应该要注重交通安全。那特别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更要注意交通安全。那赖清德副总统。在之前也才参加了交通安全月的记者会哦，所以我想，在副总统他宣导交通安全重要性的时候，陈忠他却连续违规哦，这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周万安19拜访成宇航空，是台北市三脚督上尾来的参选人。周万安讲无特别想要最后一个来，只是行程安排上的卡合。记者林世豪、小桂林台北报道。财经的消息来关心，中国河南郑州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在管控，红海有厂房伫遐敢会受影响？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中国清在咧管控，咱台湾的厂商拢有相关的因应。另外，针对美国禁止高阶的晶片出口去中国，这对咱台湾敢有影响？王美花嘛表示，这部分影响嘛无大。中国大陆河南省郑州市最近因为确诊数暴增，实施封控管制，数百万人的行动受影响。其中，鸿海集团下骹的郑州厂，阁是全球 iPhone 生产基地，供应链是不是受到影响，引起产业界关心。中国大陆这个封控已经反复很多次了，那厂商其实也都有相关的因应的作业。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富士康也回应他们的作业没有受到影响。强调台湾厂商拢有相关的隐形作业，唔免烦恼。只是美国最近宣布扩大限制高阶晶片输入到中国，市场真烦恼，大厂营运恐惊也受影响。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
美国的管制范围主要针对高速运算的功能进行规定，这部分由美国设计公司设计，搁请台湾厂商台积电代工，因为量无大，影响有限。不过，若美国继续扩大管制，延伸到消费生产品，都重大影响。如果以他这一次就这个高阶晶片的部分，他特别提到，它不影响消费性的产品。好，所以如果影响到消费性的产品，那真的是整个产业的生态就会完全被改变。对，那这个我们评估初步应该也不可能。美国是不是继续对中国制裁来施压？产业界严阵以待，不过要如何减少对台湾产业的影响，是呼吁业者甲政府爱相互对策，才马上应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预测，讲明年的经济成长会比今年还佫较慢。针对这个代志，国发会是表示讲，因将有信心，咱台湾明年的经济同款会继续成长。若通货膨胀的问题，钱变薄，互民众生活压力变大。主计总处是表示讲，即马食外口的费用开销有影是较上重，目前这部分还佫在起。自疫情了，国际原物料拢伫咧起，全世界拢面临着通膨的压力，民众生活支出变多，负担加重。主计处长朱德明讲，即马伫咧国内，伫外口食物件是逐项拢起。慢慢有抢货囤积这种现象，那请问，刺激通膨的短期国际因素没有缓和之前，你认为第四季民生物价？外食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的可能？跟那个会不会一下？根据目前的趋势，那个会不会啊？外食还在涨，还在涨，还在涨。对啊，那个对于未来我不敢说，是因为对未来不敢讲。对，经济成长，明年会不会继续成长？经济会继续成长。国发会主委方明欣虽然预测经济会继续成长。不过，对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不是能到3%，讲是一项挑战。由李伟提醒讲，台湾对中国的贸易结构甲韩国差不多，中美伫咧半导体领域的对立，目前正影响到南韩的经济，台湾也要注意。大家看，除了中国之外，可能南韩是最惨的，但是台湾跟中国的经济这个贸易量也很高啊。这一点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呢？我必须说明一下的，国内半导体业者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已经开始降了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日前所发布的经济预测显示，全世界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放缓到2.7%。若是明年台湾的经济，国发会讲，政府会有几多项布局来促进经济动能。不过，伫目前是无国在发消费券或者是定型券的预算甲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其他消息，东兴县张世平被关伫台南家教已经关17天，伊几下摆申请假释，也毋过拢无通过。伊认为伊防无公平对待，转提起行政诉讼。台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宣判驳回伊的告诉。捌是10大请案要犯的张世明，2007年互人判无期，到打关17天，申请假释18届，全部拢受驳回，提起行政诉讼。但第一考虑伊无甲被害者和解，佮加上伊以前所犯的一寡重罪，矫正署无通过假释，是伫咧职权的范围之内，所以驳回张世明的告诉。被告得许假释出狱，而非应许假释出狱。考量原告之犯行情节、犯后表现及再犯风险等3大面向后，犯行严重危害公众安全及社会安全，且无和解或赔偿相关记录。原告起诉请求撤销原处分及复审决定为无理由，应予驳回。对这种结果，检察关注小组也表示遗憾，认为行政法院也是透过矫正署管收看行政材料，包括受刑人生命各种的可能，嘛认为假释规范受含糊，受刑人回归社会标准不明，表现出即马假释制度的困境甲危机。法院不断的跟矫正署一起的不断强调当事人他当时的犯行重大，具细迷的描述细节哦。那这个其实也正是当事人之所以入监服刑，开始他圈毁时序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对于刑事政策上的矫正教育，要看到的到底是他的改变，还是他的不变？这也是我们始终是觉得很怀疑的部分。
另外，张锡明也主张伊的共犯拢已经假释出狱，不过法官认为其他共犯罪行拢较轻，而且刑期也比较低，唯一介绍上的敢若詹良兰一人，但是詹良兰都拢已经关20年啊。记者线报道。后个月要选举，检方即马嘛积极咧抓贿选。到底安怎算贿选？法务部即马有核定一寡例，嘛提出28项妨害选举的类型，甲6项无算贿选的情形。亲像讲造势活动、造势暗会提供水，也是简单的食食，这拢无算贿选。另外，贿选的处罚当中有新增加一款行动支付加境外势力资金这款类型。要伫个议会起噗噗的一巡，苗栗省城县议员即便有投入年底大选。即马去互发现讲，伊的条仔卡涉嫌用1票500块来甲第5区的选民来贿选。检方18即天来发动搜查，带16个人到案，并且查到9500块的买票钱。4名是行贿方，然后12名是属于收贿的选民啦，有2名是分别都是以5万元交保，其余的都是无保请回。省城县议员参选人，伊即便无去互传唤，到底伊是毋是有受益？检方阁爱阁甲背回互清楚。因若伫个新竹市东区毛省叶美里长参选人，去互查到讲涉嫌送快台车来争取选民的支持，接近9合1大选，由于讲亲像有贿选的情形一直来出现。参选人的一言一行、一空一度，拢互人来放大来甲看，就惊讲去踏着法律的红线。法务部嘛核定贿选缓刑列举。我们很明确的把它依照现实的实务见解以及法院的判决来做一个例举给大家做参考。选举送啥才无算是贿选？像过去30块的查贿标准，即马干那限定文宣品，伫个选举造势活动，干那会当来提供适当的茶水、简餐，也是讲送门帘日历食的，安尼就袂构成贿选。不如果若是讲提供行路工、茶水费，也是送电锅、热水器这物件，伊的经济商品若是伤悬，就可能是违法。法务部有来先增加行动支付含境外势力资金的贿选手法。就算讲明确化贿选的样形是毋是有来构成贿选，检方也是爱看具体个案的情形，才来进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捷运通过台中的文心路，附近的民众是怨叹讲暗时的时列车是真错人耳。捷运公司表示，伫沿线拢有设29个噪音的测站，也毋过拢下标准，因会继续检讨降低对民众的影响。来到台中捷运的南屯站，遮尔大的捷运站下过文心路，而且甲附近的大楼挖甲真近，当地住户不满捷运来来去去的声音，影响到因的生活。你去问那个铁道旁边的住户，看会不会吵？一定会的嘛，多少都有听到声音嘛。嘛，附近的居民表示，台中捷运绿线拢是过悬的车站，不过捷运的结构甲地面的车路中央的空间，互交通的噪音变甲更较大。捷运的声音倒还好，对，因为比起马路的声音来讲，是相对是小的。跟红绿灯之后启动的声音很大，或是大家要赶的就过红绿灯，车子会开得很快，声音就很大。台中捷运绿线沿台中市区文心路段咧规划，经过的拢是人口较密的区域。边仔的商业大楼甲主体大楼是真侪，附近的民众向里长反映，包括南屯站、文心中直站等等较大型的捷运站，顶悬的列车来来去去，甲下骹地面的交通噪音拢真大。那中捷公司是表示，因会加强监测。量测结果，日夜间的均能运量以及最大音量皆符合路上运输系统噪音管制标准。中捷公司表示，绿线总共设置29个噪音的监测点，目前监测的结果拢有符合陆上运输系统的噪音管制标准，嘛继续检讨甲加强隔音的措施，将捷运噪音的影响缩较详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伊朗有背回讲，因无要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伫俄乌战争，因是徛中立的，无挖倒一边。也毋过有消息表示，伊朗有同意对俄罗斯提出军事援助，这有可能会互美国和西方的国家真火大。乌克兰嘛，因为安尼有可能会甲伊朗断交。
伊朗已经承诺提供俄罗斯地对地飞弹甲更较侪无人机，这是伊朗2名高级官员甲2名外交官甲路透社讲的消息。协议是伫这个月初六，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穆克贝尔2个革命卫队驻青官员甲一个来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就运交武器甲俄罗斯讲好。其中一名伊朗外交官表示，俄方要要求更较侪无人机甲准确度更较好的伊朗弹道飞弹，尤其征服者真主之剑等型的飞弹。这接到相关干部的西方官员也证实，伊朗甲俄罗斯达成协议。佢讲，这个协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决议，和伊朗外交官反驳，强调买人不管这个物件卖出去了后，买人要安怎用，对俄乌情势无客边，希望透过外交手段结束这个危机。Мы не располагаем та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ей,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техника, вы знаете об эт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наименованиями. 乌克兰政可能切断甲到荷兰的外交关系。Я вношу на розгляд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їни пропозицію про розірвання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х відносин з Іраном. Сьогодні Україна надійшла офіційну ноту уряду Ізраїлю з проханням невідкладно надати Україні системи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Іран, ви знаєте, що Іран – це червона лінія для Ізраїлю. 以色列无相关回应。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继续轰炸1/3发电厂，拢被炸掉。美国表示，乌克兰真济所在断水断电，互乌克兰政治真寒甲黑暗的境地，双方伫当天的战争恐惊更较困难。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来关心法国国会18发动全国大罢工，嘛阻碍交通，要求爱提关薪水。巴黎示威活动有11个人互抓去，阁有9个警察受伤。其实法国的示威已经抗议几若礼拜啊，工会阁放调讲，刷落来因会继续采取行动，嘛针对退休金的改革继续抗争。虽然假炸弹，不过群众杀来杀去，向警方挖进，爆发冲突，有原警受伤，少数示威者被抓。有人举庆烟的烟火甲标语，表示不计都亲像庆烟同款，一直庆管。根据内政部的讲法，全国有10.7万人行去街路，包含巴黎1.3万人。不过法国总工会汇报，巴黎有7万人参加。这项行动造成交通断气，学生甲通勤族受影响，有人用比平常时更较侪时间伫交通顶悬。On est là pour revendiquer des hausses de salaire, de meilleur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pour la retraite à 60 ans。这场大罢工延续进程已经继续几个礼拜炼油厂罢工行动，因甲政府伫法国主要炼油厂甲石油库的罢工基地顶悬拢无进展。进程发生各地加油站供应出现欠缺，等待加油的驾驶人是败家长路路，尤其法国北部、中部甲巴黎地区影响真大。道达尔能源集团已经甲其他较温和工会达成7%加薪加奖金的协议。左右法国总工会要求加薪10%。法国总理伯恩表示，全国今日无到1/4的加油站欠油，比进前的1/3小可较降。马克宏政府希望赶紧化解这场危机，用订阅权迫使部分罢工人登记工作，得到法定的支持。不过，互工会真生气，当局也对业者施压，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之下提悬薪水。公视新闻恩惠玲报道。澳洲和新加坡18时有签署一项创新的绿能经济协议，打算伫明年时，因会起全世界头一条海底的洲际电网，由澳洲提供太阳能电力来满足新加坡电力的需求，让两国拢通伫2050年顺利转型做零排碳的经济体。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国会大楼举行的澳省领导人年度会议联合记者会，两国元首针对绿能经济协议的签署发表声明。这项领先全球的经济合作案，对澳省两国在2050年进行转型成做零碳排的经济体有帮助。It's the first such agreement of its kind between countries,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be a pathfinder for other countries. Similarly,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to deal with what is a global problem. 绿能经济协议会启动澳省两国17项绿色能源经济新措施，包含减少绿色商品甲服务的关税甲非关税壁垒，鼓励绿能商业活动甲航运开发、养殖、农业生产等。
协议上收注目内容是188亿美金，相当新台币5800亿的太阳电缆计划。澳省按算伫2023年，搭出到1年连接2个的海底电缆，为澳洲北部的太阳能手送电到新加坡，影响性新加坡15%的电力需求。这是全球第一条，也是当到上长的海底就接电网。It will support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unlock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reate jobs, and help deliver our emissions targets while positioning Australia as a renewable energy superpower. 日联协议的签署，和澳洲甲新加坡原本就正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更加进一步。总理李显龙也讲到，美国用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反制中国做法可能带来影响，包含阻碍全球经济合作发展，进一步和国际局势无平静。面对全球拢无法度避免的地球暖化议题，只有透过国际合作才能产生效果。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镜头等下，咱过来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公山一间专门咧做纸糊啊，还有打布的工厂火烧厝。这厂房内底有一 PVC 的成品，所以火是拖甲真紧，而且佫正挖进员工的宿舍，所以第一时间有赶紧疏开30多人，加在无人伤亡。做 PCB 的。大火一直为厂房出现，19号这场火，甲宿舍员工拢惊醒，30几个人疏散，加在无人员伤亡。拢无听到，都看到火尔，用一个就规个火拢冲来。你是更加成果是更上更成品成品。成功疏散员工30余人，火势于4点05分获得控制，并于5点24分完全扑灭。火警地点在高雄公山区这间化工厂，主要生产着牛皮纸、双面搭，还佫有各种粘性的贴布。厂内藏着真侪 PVC 的成品原料，注重着火势。4点外钟的灌救了后，伫5点24分，甲火拍花。环保局嘛同步来监视着周边的空气品质。火灾的时阵，一度感测着空污的数字变悬，不过整体看起来无异常。下风处还佫有周边空气品质的监测站嘛正常。将等待消防局的火灾调查报告，再依空污法规定办理。倘经查证有违反的规定，将可依空污法32条规定裁处10万至500万元罚锾。环保局强调，虽然周边空气品质无异常，但甲火调的报告拿出来，后续发现厂商有违反着空污法，还是会开罚。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下过芦水溪小接中华含喷林的西丽大桥已经有70年的历史，而且嘛有文化资产的身份。那最近是互民众发现讲桥面的担马架裂开，而且佫有窟窿，关节差有8公分，这可能会害奥多拜地残。中华县政府表示，因会赶紧去处理。连接中华县甲婚姻县的西丽大桥已经有70年的历史，顾虑到安全，目前已经禁止大只车通行。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大家车路冲桥旁点仔架拢裂开，甚至佫落做一坑，关节差将近有8公分，那骑机车经过，恐惊到累残。觉得蛮危险的，因为毕竟那个窟窿这么大，然后旁边又有一些车之类的，所以有时候骑的话，难免会觉得会很不自在，而且还要去特别注意去，蛮多的。那其实我没有细算过后面到底有几个，但是老实说，只要不奇怪是没有危险，但是如果你奇怪了，其实是蛮危险的。你要怎么闪，有时候闪不过。伊公行红石广牛菜西丽大桥大有2000公尺长，而且佫有文化资产的身份。委约单位中华县政府表示，拢有固定咧检测甲道路巡查。顶礼拜有先发现路无平，已经要求工程单位赶紧修补改善，确保过路的安全。然后我们会以小幅度的整修的部分来维护那个机车以及机慢车的行车的安全。然后我们预计的工程计划是将凸起的部分做一个整平之后，然后将伸缩缝做个填补，然后确保伸缩缝能够正常的运行。工务处表示，因为过去的工程技术拢是用巨型的冲桥棚，长时间使用老旧，路都无平。因为西丽大桥有文化资产的身份，袂使大修，将来当透过定期的巡检发现问题，安排工程单位紧修补，避免造成过路人车辆经过有安全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2009年之过几若届，去台中成功户政事务所提假的委托书去偷办人的户口成本，将掌着了后，放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伊2年3个月有期徒刑，2审即马是依次原判，验过专案也可以当上诉。户政事务所内底人真多，民众来申办个人的户籍资料。但是一名单身男子伫咧2020年2月间，几个届市委客的囡仔的委托书前往台中新港户政事务所盗办31人的户口抄本，一直到4月，搁再一次前往申请2个人的户口抄本的时阵，向当场抓到。台中地方法院以违反个资法甲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等罪，判2年3个月有期徒刑。台中高分院最近是2审维持原判。那本院依这个被告违反这个非法收集个人资料罪，以及行使伪造私文书等罪，共33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至3月，那合并定应执行刑2年3月。新港户政事务所表示，户口抄本敢若是登载个人的基本资料，无法度做不动产的登记等等用途。但是男子提供的委托书，顶管有委托人的姓名甲身份证号码拢正确，也有委托人的囡仔申诉上的审查无法度发现是伪造。户籍成本，它只是证明你的个人的资料、基本的资料，它也不太能够去做一些不动产的什么登记嘛。因为委托我们户所只是做一个形式的审查，只要你具备委托书，上面委托人有亲自签名或盖章，那我们就视同有委托的事实。台中地院表示，目前并无受害人出面指控有任何的财产损失，专案也可会使上诉。台中市民政局是已经将这称作是教案，提醒地政人员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代办人的关系甲目的，也建议民众若是无法度亲身来办理，会使透过自然人凭证线上申请电子户口抄本。记者台中报道。伫家己新港和鹿草有民间团体在推广社区的交通车，互时代会当坐车去买物件，也是讲大家会当同齐坐车去游览、出去佚佗，互时代的生活更较利便，嘛互时代更较愿意行出门。坐去你新车内底，时代拢笑甲真欢喜。以后买物件、摕药啊，甚至是要出去耍，拢会当有专车通坐。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补充当朝服务无够的所在，当咧推广这种社区革命的交通车服务。一起共同去拿拿药，那另外就是共购，就是可以一起去购物，另外就是共有点轻旅行，可以到这个景点去做旅游，这个部分是在增加老人的一个社会参与以及生活的便利性。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推广社区共老的第一步，就是串联新港乡甲鹿草乡的10个社区，提供专车接送的服务，希望是大卖因为身体老化甲交通无方便，降低社会参与的意愿。都睡觉安尼啦。你叫叫人去倒下？都去摕药去注射安尼啊。安尼有方便无？有啦。啥物代志甲联络，就来甲阮使去服务安尼足好的安尼就对啦。目前已经有33个单位参与社区共老的联名计划。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表示，透过社区交通车的共享，增加时代出门的机会，嘛通豆豆来实现社区共老的照顾方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境外消息，咱来关心台湾虎航因为台调航班引起风波，虎航董事长阁专工去日本协调。即马上新的消息是，伫明年1月份开始就会当恢复正常。若针对即阵互取消的旅客，因的回程机票要安怎？虎航是表示，会当改换别班，也是退票，拢袂收手续费。国外旅行总算起行，真侪人拢想要去日本。毋过台湾虎航煞伫即几工台足侪航班。董事长陈汉明解释，日本机场因为疫情裁员，即马卡手无够。加在经过协调以后，台湾虎航会派30名员工过去支援地面的勤务，上紧明年1月就会恢复正常，而且还阁有可能增加班次。新签税，我们目前是减到1周是3班，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沟通，我们将会恢复到1周7班。那在大阪的部分，原先的每周6班，经过这一次的沟通，会再增加7班。台湾虎航在东京，包括成田跟羽田机场，共计每周会有29班。
除了增加班次以外，陈汉明讲，若准日本第2线、第3线的城市，到时阵袂赴迎接旧历过年的游客，嘛会评估增加迄附近的航班，配合当地的车辆接流。上重要的是，即马已经买票的人，伫年底进前想要退票也是换班次，拢毋免阁付钱。所以旅客可以改到他其他的这一个航点，而且不用再额外支付这个票价的差额。那对于疫情期间所有的这个赠票活动，这个兑换的期间，我们也会延长这个期间，来让旅客能够持续的来使用。疫情解封，国际线的旅客愈来愈多，台湾虎航提出应对的措施，希望尽量减少对民众的影响。记者麦上因担保了台北报道。林务局台东林管处伫2020年时有救了一只台湾乌熊，伫去年有顺利野放。经过追踪，台东的林管处即马表示，这只乌熊有马氏真健康，而且伊伫中央山脉活动的范围嘛真宽。未来会伫有伊行大的所在，迄个伫遐设摄影机，看敢会当翕到有马氏的身影。台东林管处深山特遣队对中央山脉对卫星的信号顺利找到为乌马斯乌熊身上解除的卫星发报器。台东林管处伊表示讲，这是野放3只乌熊因挂卫星发报器上久的一只乌熊，显示讲伊的健康状况真好。伊活动的范围有252座台北、大安、新宁遐尼大。它活动范围这么的大，那可以攀爬坡度也有到50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坡度。那周边的石原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丰富。乌马斯这只乌熊是109年12月伫台东县海端乡的坎顶部落去打着陷阱，伊正面的前脚切掉，送到冰科台治疗，恢复的状况真好。伫81年的8月野放，到这个月结束卫星追踪，不过会用其他方法来监测。会启动一个长期的监测，那监测就是我们会架设一些红外线照相机。台湾乌熊伫台湾已经是得要灭绝，是保育类野生动物。不过，定定伫山区王发现讲去打着陷阱，若是无随通报，会较会死亡。所以，台东林管处就呼吁公住伫山区的民众，便若是讲有发现着受伤，也是讲防掠着的这款乌熊，都要紧密通报，卖排除法则。农委会嘛规划释出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的示范计划，并配备伫明年乌熊定定出现的所在，亲像延平、海端，还有卑南这3乡，来提供巡守监测保护的奖励。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了后会流病尾，有医生就提醒讲，除了扫也是较到细心以外，嘛爱斟酌骨头的健康。因为即马有一项国际指引就表示，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嘛有可能会造成骨头减少、骨质流失。新冠肺炎的病尾不止扫脑部，有医师表示，有一项针对疫情期间骨质减少的国际指引讲到，其实感染新冠病毒了后，嘛要注意骨头的健康。如果新冠肺炎的感染会造成促炎细胞，会让骨头的流失，没有去检测骨质的健康，会忽略到骨头的健康，造成骨折的风险增加。医师嘛表示，因为最近针对8卦临床医师做调查，要了解疫情以来50岁以上的民众的行动力。发现有40%的民众减少运动，有4%是完全无运动，嘛发现有增加要顾声的人，骨骼肌力甲关节机能降低。疫情前跟疫情后，发现很多的病人的行动力、肌力是有退化的。我们的民众在后疫情时代呢，要做一些正确的运动。如果可以，1个礼拜要3天，每次20分钟以上。医师表示，拍日头是上好的方法，嘛会当加啉寡牛奶制品补充钙质，另外嘛会使透过的方式来检测行动力，亲像徛壁半区，看甲接片敢通抽好滴，也是人徛好滴，看双手敢摸着地板顶顶。记者点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古早观念是重男轻女，那现处先是注重男女平等。也毋过对古早流传甲打野这属工业制度，原则上都是查甫的男性才通去参加家族的祭拜，也是去分配财产。这几当有女性嘛想要继承这权利，就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宪法法庭嘛伫昨昏开辩论庭。
为古早流传到今的技术工业制度，原底原则上是男性才通继承相关的权利。技术工业条例针对派下权是以继承事实，也是工业家己的规约来规范。但是技术工业家己无规定，就以男性正做派下员为主。这几档有女性也想要派下权，因为现行规定违反性别平等等等原则，声称实现。18宪法法庭召开严肃辩论。释字第365号解释，必须要基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或因差异所生之社会生活功能角色不同，才能有性别的差异。男性就生理上来说，是否有比较好或更适合健全祭祀工业的土地管理，或是男性是否比较适合凝聚宗族意识？关系机关内政部认为，条例设计并不是以性别做分类标准，是以传统观念先打技术者做条例设计，而且内政部认为，若是大法官宣告违宪，会影响到法律的安定性。传统过往习惯上，祭祖是由男性子孙为之，女性子孙并无祭祀祖先之义务了。好，因此它形式上虽然是用男性子孙的用语，但实质上其实是以这个有这个祭祀的这个承担祭祀作为区别的标准。如果要做变动的话，势必会造成过往已经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祭祀工业的这个状况而这个既定的一个法律事实，而有必须要参酌这个法安定性以及法不溯及既往之考量。在场专家学者大部分认为现行条文违反性别平等原则，甚至有学者认为，根据联合国指导公约，对妇女有歧视的传统风俗，嘛应该使用制定法律等等手段来改进。学者认为，内政部驳回条文设计，不是以性别分别，是以传统习惯做设计，只是一种杀责任的讲法。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因为气候反常，即马真侪所在近摆若是落大雨，就会做大水。若伫菲律宾的李松岛，嘛有一个所在常常咧淹水。当地嘟嘟仔车的司机就想出一个甲水共存的方法，因是甲车的椅子就贴无悬，变做倒脚的嘟嘟仔车，就算淹水嘛唔惊，共款碰碰叫。三轮奥多麦有载人的座位，这是菲律宾真集款的交通工具嘟嘟车。不过眼前这几台看起来无啥共。这个特别悬的嘟嘟车是首都马尼拉附近一个城镇哈戈诺伊特有的车辆。当地因为挖进河流，佮加马尼拉湾打捞，真接做大水。若是拄着雨季也是风台，这水定定2公尺悬。小城镇的嘟嘟车司机想到改装车的这个办法。Katulad po nitong unahan ng tricycle ko na nilagyan siya ng angular na sa tansya ko po na ang sukat ay 1 pie ang naging taas niya mula sa standard na size. 嘟嘟车改管了后，座位嘛变悬，人客唔免烦恼坐车的时阵去捌着水。这对居民来讲真好，因为若做街路淹水，因敢会当用行的撩水，啊若无就爱坐船。即嘛是加一个改装的嘟嘟车选项。Very important sila sa amin, lalo na sa amin nagsisipagtrabaho na ang laki ng tubig pa hanggang tanghali. Kailangan namin yung mga transportasyon na gaya ng tikling na matataas ang。司机是讲，因会驶过积水区去接送人客，每人一抓收40菲律宾比索，差不多22块台票。算落来，平均每天会当赚500菲律宾比索，差不多270块台票，比一般的嘟嘟车加一寡。啊，毋过靠除改装也加维护费，其实所赚的利润无遐尼济。虽然是真有创意，啊，毋过一直淹水嘛毋是办法。Sa basura nga, ayun nga, sa dami nga nagtatapon dito sa kung saan-saan na lang iniitya. Tsaka yung ilog dito, ka-extend ng mga bahay. lumiit na rin。一个船长是讲，粪扫处理不当，也甲城镇发展，和哈戈诺伊淹水情形一年比一年严重。地方政府是讲会进行河流的清理，不过问题改善进程，居民也是敢会当忍受大水，伫积水的时阵想变通生存的方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时代的进步，高科技麦当摕来保护海洋。当地的政府最近就和保育团体合作，伫当地海域设智能的浮筒。这个浮筒会当监测海洋内底的声音，透过辨识系统找出海洋伫倒位，麦当即时通知附近的船只发出警报，避免船去弄到海洋。海洋做伙的时阵发出的珍贵声音，会比较重要的保育资料。地理政府最近和保育团体合作，伫当地海域时阵会当监控海洋声，知影海洋是对一种伫倒位的智能浮筒。
La tecnología que instalamos ahora en The Blue Boat Initiative nos va a permitir, por una parte, monitorear los océanos, es decir, escuchar todo lo que pasa debajo del agua y una vez que detectemos a ballenas, poder avisar a las embarcaciones a tiempo real de esta presencia y así evitar las colisiones. 浮动中的地点是伫首都圣地亚哥以南1100公里远的科尔科瓦多湾。遐伫热天的时阵会出现真侪亲像蓝色的海鸥，遮的海鸥，但是伫海湾内面的船只，嘛有大量的声音污染，威胁到遮个靠声音在导航和捕物件的动物。透过浮动，会当警告船只声音较低的，莫弄到海鸥，且海洋的健康。Somos capaces de descifrar las diferentes fuentes acústicas que se producen dentro del agua, combinarlas en un paisaje sonoro coherente, alertar de unos efectos negativos de actividades humanas o del cambio climático para poder actuar y mitigar en caso de que realmente identifiquemos que el problema es para largo plazo. 像海鸥这种动物会吸收大量的碳，对减轻气候暖化是有关键的作用。保育团体会伫科尔科瓦多湾是装至少6个浮动，未来希望讲拓去南极洲和赤道遐，帮助海鸥徙去别个所在的时阵，袂互船干扰，也是受到意外。公司新闻市阮林编译。天气报你知，下半部天气变化3款，咱同齐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26度。外岛的温度是19度至25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